咱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大师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了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殿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殿，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做伙来启印。今日启印文是启印文41篇，启印文41篇是出自以赛亚书第9章。我来启，请大家印。行伫黑暗中的大人，已经看见大光。生活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在照因。你互因的国家强盛，互因大欢喜。因伫你的面前欢喜快乐，亲像得收割的欢喜，亲像在分制礼品的快乐，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你有拍碎因在背的担，讲断因金甲头的棍，压制压迫的边，穿着这的军鞋，顾着火的军服，拢会做柴烧。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有一个囝赐予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作显明的导师，全能的上帝，隐在的天父，和平的君王。伊的主权无强，伊的和平无尽，伊要做大笔的宝座，继承伊的王国。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对即时直到永远。这些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成这个事。这时，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啊，创造天地的上主，当阮到你的圣殿来迎接新的一年，学乐你的名，照亮你的慈爱恩典，恳求你用你的阳光看顾阮，互阮伫你的面前有一个安静的心，来专心敬拜你。全能慈爱的天父啊，求你照你的慈爱怜悯阮，当阮到你的面前来承认阮的过失，得罪你。多你知阮的歹，常常离开你的道路，浪费你的恩赐，袂记得你的疼。上主啊，求你考验阮，阮来到你的面前，来倚靠你。
这时要请林牧师来进道。兄弟平安。大拖诗班带咱来学了上帝，伊讲着咱知影咱将来要去行去倒位去，所以咱着应该一步一步来跟对咱的主。伫咱的生活中，咱不断有真侪时阵咱真正毋知咱要行对倒位去。伫民间的宗教，因也阁有一神偶像，但是伫咱的信仰内面，咱的上帝是无形无踪的。所以，伫咧咱咧军队时阵，咱检采会有侪安尼妖异的时阵，尤其是伫咧咱拄着重大是挂入的时阵，咱真正咱毋知要安怎好。迄个时阵拄好是咧试验咱对主的信心的一个真大的考验，所以也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安尼真正着照着今仔日诗班所带咱所讲的，咱真正是一步一步安尼来跟对咱的主。有当时咱拢期待讲，咱会用掌握，会用安尼讲看搁较远咧。但是有当时咱需要的是，咱应该搁较侪用着靠着信心跟对主。一步一步来行，毋是咱要看偌大步，咱是一步一步对主来行。今仔日检测有当时有人会奇怪讲，牧师今仔日安尼圣诞节毋是已经结束啊？牧师啥哪会阁挂一个圣诞小熊？这是因为咱即摆咱的即个规个圣诞节期的结束是到伫即个1月初6。到1月初6即个主显节安尼才有算一个结束，庆祝耶稣的即个诞生有无共款的日期这要安尼讲，咱讲追溯要去到伫即个罗马帝国时代，伫咧即个西罗马帝国的即个时代因是用着即个12月25来庆祝耶稣的即个降生。后来，这正做即个天主教来庆祝耶稣诞生的日子。后来到伫主后，差不多伫咧主后330年，即个君士坦丁大帝伊建立即个新的即个罗马了，即个罗马帝国伊的迄个讲政治的中心，怎啊对罗马迁徙去到伫即个拜占庭的即个所在，也就是即摆的即个。圣彼得堡的即个所在，因就伫咧迄个所在，用着1月初6来庆祝主耶稣道成肉体来安尼世间人显现的即个日子所以称作主显节。因用安尼伫迄个所在后来用着即个节日来庆祝耶稣的即个降生。这后来也成做即个希腊、即个东正教的即个主显节来庆祝耶稣诞生的即个日子。所以，当咱伫咧讲基督教的时阵，咱的基督教内面包含天主教，佮包含东正教所以咱毋通就讲干那咱家己，咱干那规个即个神教的系统内面，咱就有真侪教派咱佮有若讲到基督教，应该包含旧教。旧教内面佫包含天主教甲东正教，所以咱规个信仰内面，因为即几个不管是教派也好，因真强调就是迄个三位一体上帝。所以咱伫咧咱的即个主日的时阵，咱伫遐咧用着即个使徒圣经，伫遐咧宣告咱的信仰的时阵，若是有一个教派，伊毋是用着即个使徒圣经，诚做伊信仰的一个真要紧的基础一般就称作是异端，因为咱所相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神的上帝，咱毋是干那有的教会伊是干那讲叫做干那信耶稣基督有的讲伊是干那迄落啥
叫做耶和华见证人，等等遮个。所以伫咧咱咧信主的时阵，咱爱真清楚知影讲，咱的起源以及咱的规个教会即个演变有啥物款的无共。所以安尼教会安尼伫咧即个教会日，安尼伫遐咧庆祝耶稣的诞生，所以咱就通知影，就是对大港节期一直到即个主显节，也就是即个第一周期，即个诚做咱的叫做圣诞的迄个节期。透过着一个迄个中间，大家人，咱耶稣诚做即个世间人的迄个愿望会光进入一个即个黑暗暗的即个世界，要来互安尼生活伫咧即个安尼讲黑暗暗的即个世界的世间人，迄个会通看见希望，甲着迄个愿望。所以咱就通知影讲，即个当咱伫咧过节的时阵，咱爱真清楚知影即个所过的。中间有啥物款的无共，以及咱到底是咧追求啥物货？这是咱先大声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感谢你，主你为着阮世间人的罪，主你欢喜安尼道成肉体来到伫世间，诚做人，也想使阮有对你来迄款安尼的迄个愿望甲希望。也愿你的光不但照亮伫阮黑暗的心灵内面，互阮迄个原本黑暗的心灵会通安尼有主你的光来光照，互阮也会通安尼心意更新来变换，来诚做一个主你所欢喜得着主你欢喜感纳主你的学生，愿你施恩引带保守阮所有正兄弟。互阮伫咧新的一年，阮有新的开始，阮也要继续来跟对主你的安尼脚步，一步一步行伫主你爱阮行的道路顶面。祈祷靠主所基督圣名，阿免。进前安尼，咱捌讲起着咱若是要对主用心基督徒对主耶稣减有用心，其中一个真要紧的，就是迄个单纯的心耶稣安尼只有安尼迄个，咱目睭只有干那有耶稣无有其他的遮个事通好来安尼诚做咱的影响。所以咱会通讲，就是主耶稣安尼是咱讲咱的榜样。伊一生活出来会通讲咱讲叫做表里一致言行合一所以耶稣伊的迄个，咱讲伊的所事，也就讲伊所活出来，伊所有的一切，以及伊所讲的，以及所行出来，拢是合一的。所以伊所表现出来，唯一一个真要紧的，就是伊为着要创啥物代志，伊为着要爱来听天父，为着天父我靠天父。佮来上主要，伊要满足天父上帝的迄个对伊的迄个款的交托。所以咱的迄个，咱讲咱的所事是所有是咱的所言就讲咱的所有一切，咱所活出来，咱的即个人，咱所有一切，咱所讲的，咱所行的，嘛是共款，咱嘛应该为着耶稣，为耶稣。我靠耶稣来满足耶稣伊对咱伫咱生命内面，所有伊对咱的迄款的安尼，迄个咱讲即马讲的语言叫做命定伊对咱所有一切所交托咱的，特别是伫咧即个咱伫咧面对着困难是拄着即个试验的环境的时阵咱有可能真容易将咱的眼目、咱的耳目安尼对耶稣安尼转向伫咧咱所面对的即个环境是咱所拄着的即个问题顶面，直到互咱的生命安尼无法度自信伫咧主，直到咱心有侪对主侪摇疑，互咱惊吓，甚对主产生了侪的即个怀疑的原因。拄好正是因为咱受到即个环境，甲着即个种种咱所拄着的即个问题，
遐暗藏，直到咱伫遐来怀疑耶稣伊的存在。所以咱牧师要伫咧这个所在来问咱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耶稣敢是真的？耶稣伊毋是一个信仰的寄托安尼若定，乃是伊是迄个对死搁活，伊是迄个对安尼讲太赢即个死实的权势。如今伊犹原继续抑搁活，伊是迄个继续永远活的迄个真神上帝。而且耶稣伊也无改变。伫咧即个所在，希伯来书内面讲耶稣基督伊安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拢袂改变。所以咱就通知影伊的过去迄个伫咧圣经内面所做的遮个代志，伊伫咧现今伊犹原要继续来做。伊伫咧迄个所在伊犹原会通成就，因为伊是迄个满有气力的上帝，伊凡事拢为上帝。所以耶稣伊的迄个伊所有一切伊毋是迄个宗教内面的耶稣那定，伊毋是迄个咱讲伫咧册内面的迄个耶稣，毋是迄个历史记载耶稣安尼那尔，毋是迄个以色列人的耶稣。伊乃是迄个创造宇宙万物、迄个救赎人类来太赢撒旦的迄个真神上帝。伊真是为着要来拯救咱，成做迄个真实的人。所以咱来讲呢，伊是迄个完全的人，也是迄个完全的上帝。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就是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成就迄个真实的迄个救恩，要来赏赐咱，真正是为着咱的罪，伊被钉死伫咧十字架顶，真正为着咱的伊犹原也对死来搁活，安尼咱才有对主耶稣来得到迄个搁活的活命。无人比耶稣搁较安尼美好，无人比耶稣搁较好，无人比耶稣安尼搁较疼咱。耶稣伊是真的，耶稣伊真正是迄个上美好的，耶稣真正是迄个上好的，耶稣伊会通讲伊也是上疼咱的，所以咱真做一个主的门徒，咱讲咱是一个基督徒，咱应该活出一个什么款的关系？咱应该活出讲，咱真正疼耶稣，真正用着咱的心来疼咱的主耶稣，敢毋是？第二个问题，咱要来问的是，安尼，伫咱的生活中，耶稣伊敢有骗咱？耶稣伊是一个真实的上帝。伫咧圣经内面，安尼侪讲着讲，咱若承认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公义，伊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所以，伊圣经内面安尼讲，咱就安尼相信，咱就要。安尼领受伊真正，伊对咱的迄款安尼的赏赐，因为伊是一个信实的主，伊讲有就有，讲无讲立就是立。所以伊所讲的话，所应允的代志，伊的确一定成就。所以伊讲有一寡人的罪真明显，也未审判就已经真清楚，有的人罪。后来才显现，所以才会伊讲，我过来的时阵，我的确审判，伊所讲的，伊也要安尼来成就。所以，伊真清楚知影讲，咱是一个真有限的人，咱是安尼，咱讲迄落真软弱的，真不足的。所以，伫咧咱安尼忍受袂住的时阵，伊安怎讲？伊讲伫。咱安尼，恁伫咧拄着即个考验，拢是人安尼会拄着的。上帝是信实的，伊袂互恁拄着担当袂起的考验。恁伫咧考验的时阵，伊会甲恁开一条出路，互恁忍受会着。所以，伊既然安尼讲，伊就的确安尼代正，伊的确为咱来开路，因为伊所讲的拢总是对的。所以耶稣咱讲他说了算，
所以耶稣讲的话，伊就算话，伊的确讲，伊讲哪能讲我的话无一句会决断，无一句会转来到伫我遮。所以伊讲，伊说到做到，伊讲有就有，命立就有，就立。所以伊讲天地拢要毁无，但是伊的话却要安定伫咧即个天里。所以伊安尼一点一话拢袂改变。所以耶稣伊绝对袂骗咱。第三个问题是安尼，耶稣伊敢会犯错？耶稣是迄个，咱讲伊是迄个大圣的，伊也是迄个幕后的。所以伊伫咧圣经内面启示着伊讲我是阿尼法，是俄米伽，是起头，是煞尾，是开始，是结束。所以伊知影所有一切，伊的计划甲安排超过咱所会通了解。所以伊伫咧这所，伊讲伫以弗所书讲，上帝会当用着伊迄个伫咧咱中间伫运行的大能力，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来成就一切。所以咱安尼，咱就通知影讲，伊是疼咱的，搁安怎？伊对咱所怀意念也是好的。所以耶利米书内面，伊安尼讲，上主安尼讲，我确实知。我为着恁定的计划是要互恁平安繁荣，毋是要互恁受灾，通互恁有光明的将来。伫咧华语讲，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耶和华所讲，所以咱就通真清楚知影，咱今仔日。伫咧，咱拄着伫咧咱的身躯顶，咱所拄着的每一件代志，拢是对咱有利益的。伊万事安尼，万行事互相运作，安尼互遐个疼上帝的人，就是照伊家己的迄个旨意选择，拢有利益。伫原底本底具体台语圣经是讲万行事斗来，互疼上帝来得到利益。所以，咱就通知影，咱安尼伫咱的心上所有一切，不管是安尼伫咱来看是好的事，是歹的事，拢有上帝真特别的业力，要来成就伊一个真特别的意思，要来赏赐互咱。所以，你会通知影就是啥？甲你隔壁人讲，安尼。后边在后面还有好事，好事还在后头。所以咱要真清楚知影，伫咱面对着不管伫咧你的生活中有拄着什么款的好事还是歹事的时阵，咱需要的是应该搁较侪的是，咱讲叫做安尼自信伫咱的主耶稣的顶面。毋是自信伫咧你迄个所拄着迄个安尼艰难的事的顶面，直到互咱的耳目，就他无法度自信伫咧咱的主，直到咱失去迄个原底要赏赐互咱的迄个福气的顶面。耶稣所做拢是好的，耶稣的一生，伊过着一个安尼看无家己，伊是无做，伊无任何的过错，伊是一个无下无事。无处的一个上帝，伊的智慧是甲伊的能力是完全的，伊的判断也袂错误，伊所做无错误，所以耶稣伊绝对袂为任何犯错。所以咱需要知影的是，咱爱需要认清迄个上帝的带领，伫咱的生命内面，无一定拢是安尼讲凡事亨通。现在毋是凡事亨通，因为伫咧咱的生命内面，伊要互咱来得到一个成长，所以伫咧咱的生命内面拄着一个艰难的时阵，当咱欢喜来倚靠伊、来跟对伊的时阵，伊就赏赐你能力，互你跨越你所拄着即个艰难的事。因为即个艰难的事是安怎艰难，就是因为你的能力无够。但是耶稣伊将即个艰难的事放伫你的心上的时阵，是要互你
要增加你搁较侪对于天顶来的迄款安尼的想事，互你有迄个能力会通赢过你所拄着即个艰难的事，敢毋是？当你跨越过去啊，当你安尼跨过去了，你搁翻头转来看的时阵，感谢上帝，伊引带我经过我原底本底是人所想袂到，哎呀，毋捌未曾看见，嘛毋捌听过的事，敢毋是？所以咱信靠上帝，敢毋是爱不断伫咧迄个经历着即个咱讲叫做又大又难的代志。当你伫遐经历的时阵，你就要伫迄个中间来跨越，你伫遐来得到成长，就伫遐来经历着上帝怎样来引带你迄个一步一步来行伫咧主伊所要祝福你的道路顶面，敢毋是？所以咱需要不断伫遐认清迄个上帝带领，咱无一定凡事拢行通，咱也会安尼面对着迄个绝路。但是当咱愿意伫遐遵行上帝伊的旨意的时阵，就算是绝路，咱嘛无得到惊吓，咱嘛无需要怀疑，咱需要上帝，咱需要相信的是啥？上帝伊的确为咱开路，敢毋是？所以，亲像摩西，伊伫遐带领着以色列人的时阵，伊伫遐，伊带着以色列人伫遐经历上帝，伊伫遐，伊相信上帝是真的，上帝伊袂骗人，上帝伊也袂有错误，所以上帝安尼就伫咧即个当伊对上帝迄款的信心的时阵，带领着以色列人去到伫即个红海的时阵，上帝就为伊伫咧红海为伊开出路。伊伫咧旷野的所在，也为伊来开路；伫咧沙漠为伊开江河。所以拄着即个困难挑战的时阵，咱内心咱有侪的惊吓，有侪的忧闷。当咱有安尼迄款的心情的时阵，咱需要的是啥物货？咱需要的是安尼讲校正归零。咱需要将咱原底本底，敢若自信伫咧咱的所拄着迄个艰难的事的顶面的时阵，咱需要搁一届重新校正，互咱安尼敢若就单单来自信伫咧耶稣的顶面。所以当咱面对着侪这的挑战的时阵，咱需要不断来问咱这三个问题：耶稣是毋是真的？耶稣敢会骗我？耶稣伊敢会犯错？当这个问题搁一届重新来问咱家己来自我反省的时阵，咱就要重新搁一届来聚焦伫咧咱的耶稣顶面，重新搁一届来用心开始，用咱心内相信，靠你圣灵伫遐来凡事相信讲耶稣，咱的上帝伊有美好的旨意伫咧咱的生命内面。伫咱所拄着这每一项代志的顶面，咱拢伊要有，互咱一个要爱咱学习的功课。迄个咱讲苦难之后有一个更较大的祝福，所以牧师才会讲好事还在后头。迄是一个咱毋知影的代志，因为若凡事拢是你知影，凡事拢是伫咧你的掌握中间，安尼即个上帝咱敢有需要去信？安尼你就拢有法度家己去行，拢有法度去经历，你有法度家己掌握。但是上帝伊所赏赐互咱是迄个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所以咱所相信的即个上帝，伊是迄个安尼要引带咱不断伫咧经历着迄个艰难的事，确实要带咱一步一步来安尼讲跨越。这个艰难的事，互咱赢过撒旦伫咧咱生命内面，不断伫咧对咱的试探，对咱的迄款安尼迄个安尼讲搅扰。所以咱凡事，咱的确相信主伊伫咱的生命内面有伊美好的旨意。所以咱需要不断伫咧面对着任何的代志的时阵，咱需要是啥物货？改变咱的心境。当咱改变咱的心境的时阵，就要来改变咱规个环境。上帝咱讲伊做代志的迄个法则，伊的顺序是啥？是照着环境来改变咱的心境。搁讲呢，咱要透过即个心境来，咱的即个心境来改变咱所拄着的环境。
所以咱若搁来看，就是咱若对圣经内面来看，咱的圣经内面约瑟，我相信是一个真好的一个例。约瑟伊年轻的时阵，上帝透过伊所做的梦，哇，伊安尼伊会得到一个真悬的即个位置。哇，伊就伫咧迄个中间安尼，甲伊的兄哥，甚至甲伊的老爸来伫遐讲起伊所安尼所梦见的梦。迄个梦内面，伊的兄哥爱拜伊，佮毋但伊的兄哥爱拜伊，佮伊的爸母嘛爱拜伊。所以伊伫咧迄中间当伊安尼伫遐讲的时阵，哇！伊即个兄哥安尼怨恨伊，结果哪会知？即个梦敢有马上实现？无，伊的光景拄好颠倒过来。伊安尼，伊对原底本来是厝内安尼一个厝内面的囝儿，后来被即个兄弟来陷害了，安尼甚至面对安尼。迄个凶杀的即个危机，落尾伊去用卖狗伫即个埃及做奴隶。伫咧迄个所在，伊伫遐安尼继续伫遐做奴隶，佫无愿为着伊家己持守伊迄款安尼的信仰，坚持伊的信仰，伊伫遐安尼无愿意伫遐犯罪，伫遐来受着伊的祖庙的即个诬告，伊就伫遐进入伫咧即个监牢内面，伫遐佫诚做受犯。伫咧即个过程内面，约瑟兼有怀疑上帝应允，互伊的迄个环境，伊所面对的即个环境，若咱来看，实在是离上帝所应允伊的，敢是哪来哪远？那亲像伊伫遐面对着一个绝路，但是伊无怀疑上帝，伊是怎样伫迄个中间安尼？会通安尼做，伊就是相信伊所梦的是出自上帝。伊所做的梦，毋是白日梦。伊所拄着的考验，伊需要做一个选择。伊选择伊相信上帝。所以当伊安尼后来伊升起来，成做一个埃及的宰相的时阵，伊伫遐。后来，伊伫遐面对着伊的即个兄哥，安尼来到伫埃及伫遐咧顶让的时阵，伊伫遐安怎来特别是伫咧伊的老爸过身的时阵，伊的老爸迄个时阵后来有请来到伫埃及。当伊的老爸雅各伫咧埃及死的时阵，伊的遐兄哥伫遐惊吓，知影讲即个兄弟当安尼。性命拢落伫即个兄弟的手诶，伫遐惊的时阵，伊怎样来对伊的即个兄弟讲？伊讲啦，讲毋免惊，我哪会当来代替上帝？以前恁对我的意念是歹，毋过上帝的意思是好，今仔日才会当有遮侪人活着。伫咧华语讲。要使许多百姓得以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咱就通知影讲，上帝伊伫咧迄个中间安尼所予伊的迄款安尼意象，安尼看嘛讲安尼经历偌久的时间，咱就会通发现即个约瑟伊的迄个信念，伊认清伊所经历的拢是伫咧上帝手的内面，伊知影上帝是真的。上帝伊袂骗伊，上帝也袂犯罪，所以伊落尾手伊经历迄个咱讲叫做美好成真，美梦成真。安尼，咱伫咧军队耶稣的即个路上，当咱面对着绝路的时阵，安尼咱要怎样来面对？佮要安怎来回应？所以咱需要安尼，咱讲咱需要去安尼分明的是啥物货？上帝带领。敢会带来死路？这个问题真侪时阵，咱以为上帝带领的确一定凡事亨通安尼，所以伫咧面对绝路的时阵，咱所有的迄个心境，咱常常拢总是安那开始怀疑，到底遵行上帝旨意会成做绝路嘛？以色列人因出埃及的时阵，上帝带领因行安尼行迄落。行到即个面对即个红海的时阵，那亲像是面对绝路。头前是红海，后壁有咱讲迄
迄落队入的遮个军队，面对安尼的迄个绝境的时阵，安尼敢是上帝的心意？以色列人开始伫遐来怀疑，伫遐怀疑，感觉非常的惊吓的时阵，只有摩西伊伫遐无有惊吓，因为伊相信上帝，伊要伫咧绝路的中间，要伫遐来开活路。所以咱必须要认清上帝伊的迄个带领，伊无一定，咱并无一定会凡事亨通，但是咱上重要是啥物货？伫咧绝路顶面，只要咱愿意来转往伫咱的主上帝，上帝伊就要为咱来开路。如果咱若无认清上帝带领，当咱伫咧面对着侪即个艰难的时阵，咱就对上帝产生了怀疑，安尼咱就无法度去经历着上帝伊对咱迄款安尼的祝福，敢毋是？耶稣伊是真实的，耶稣伊袂骗咱，耶稣伊也绝对袂犯错，所以咱需要是搁较侪愿意来用着咱的信心，搁是迄个信心是圣神所赏赐予咱的，互咱会通安尼有迄个安尼亲像咱讲像挂菜籽安尼迄款安尼的信心，就咱伫咧面对绝路的时阵，咱也袂至到惊吓，也无任何种安尼怀疑，因为相信上帝，伊的确要为着咱来安尼开路。这也就是咱今仔日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内面，上帝怎样讲？我的确要做一项新的事，即阵已经在发生，你毋惊毋知。我要伫咧旷野开道路，伫咧沙漠开江河。所以求主帮助咱，主，你若看今仔日咱的即段经文，伊怎讲安那？讲我得要做一项新的事，即阵已经发生，已经在发生。所以上帝伊咧做新的代志，毋是讲未来才要做的，是即马已经在咧发生的。所以当咱面对着即个绝路的时阵，咱就爱开始来献上咱的感谢，开始对咱主来伫遐来唱歌学落伊，学落啥？主学落主，伊要为咱来开路，因为伊安尼讲就要安尼行。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好好搁一摆来去想，当你伫咧面对着艰难的事的时阵，咱会晓得想把主伊对咱的应允，咱就安尼用着主的应允来对主求主为咱来开路。伊讲我要伫咧旷野开道路，伫咧沙漠开江河。伊安尼讲就要安尼行，所以求主帮助咱。即时阵牧师也要用着两个题目，搁一摆互咱来亲像。当你伫咧困难、伫咧试炼中的时阵，咱真容易将咱的眼目来将对耶稣来移到伫咱所拄着的这个环境甲问题，至甲互咱有侪的惊吓、怀疑，甚至袂记得耶稣的存在，袂记得来呼救主的时阵，咱头拄分享中的这三个问题，会通帮助咱安尼搁一摆自信伫咱的主耶稣的顶面，是倒三个问题。咱会通好搁一摆来去深想。第二个，上帝带领，险的，互咱来面临死路。安尼，当咱面临着即个绝境的时阵，咱要安怎来面对？互咱当咱伫咧面对着这个绝境的时阵，求主帮助咱，尤其是咱伫咧新的一年，当咱看见着旧年。侪遮个行业受到影响，因为疫情的关系。但是咱敢是看见上帝伊悠然带咱，互咱平安经过。所以伫新的一年，咱悠然继续牵调伫咱的主，咱要安尼继续牵调伫咱的主，跟对咱的主，咱就要经历伊迄个赏赐互咱的迄个平安甲喜乐，要充满伫咱中间。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主，你有安尼应允。主，你讲你要伫咧安尼旷野开道路，伫咧沙漠开江河。主啊，愿你照着你的话，
成就伫阮所有众兄弟顶面，互阮会通伫阮的日常生活中，阮不断伫遐来经历主你的带领甲引带。求主赏赐互阮有安尼，亲像挂菜子安尼的信心，因为主有阮的信心无够呀。求主赏赐安尼迄个信心，互阮会通安尼搁较够牵调主你伫阮生命中迄款安尼的。你原底本底就已经预定伫咧创世，你就已经预定要赏赐互阮，要祝福互阮的。主，你就这安尼帮助阮，互阮，因为阮有安尼迄款的信心，就阮会通对安尼来去领取。主，你原底本底就已经预定要赏赐互阮的，阮就要安尼来经历主你的带领甲引带。感谢主，阿罗主，祈祷拢上帝做出基督圣名，阿免。这时，咱用圣诗591首，将是信徒信仰心来回应上帝的话。因全首，请起立。请坐。这是要来感恩奉献，请吴素锦执事甲尤佩瑜执事来说。
请坐。这时要来读本周的经句，请大家掀开周报。经句是出自以赛亚书43章19节。咱做伙来读。我特别做一项新的事，即阵已经伫发生，你敢毋知？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愿上帝将伊的话刻伫咱的心中。这是要来做迎新的报告，毋知今日有新来的人无？无来，请大家看报告。今日是今年头一个主日吼。报告是咧第6页，请大家先开看。2021年12月20日，小会有一寡决议。头一个是接纳女子神学院做本教会场读所，吼，因咧遮开圣经的课，每礼拜拜3的早起，欢迎大家来，吼。查某拢会使吼，像我有咧上课啦吼，毋是讲女子神院都一定爱妇女才会当读啦吼。第二项是确定本宗教会为建堂吼，因为有一寡教会要建堂来教会无反啊，教会即阵足济吼，所以小会有一寡决定吼。第三项是下一任的书记的推派，吼。第四项是接纳教会组织的行政架构案，吼。啊，小等有一个时间研讨会，就会确定每一个小组、每一个组的人员，啊，搁今年的时间。第五项是接纳清寒急难救助案吼，因为教会临时有人有困难，所以教会会自善基金会拨1万块来甲斗相共。第六项是接纳明年度团契的会长的团契甲小组的会长的吼。啊，中执会嘛有一寡决议吼，一个是接纳12月份的收支月报表吼。啊，第二个是接纳下一任的中执会的书记啦，吼。第三项是圣诞关怀组的报告吼，因为今年无办晚会，啊，甲所有的金钱甲精力吼，拢来关心需要的人吼。啊，咧社区有18个家庭吼，啊，有秀美执事甲牧师带吼去关心因，啊，搁有迄个天使树有5个家庭吼，啊，搁有关心教会会内吼，情况较弱势的家庭吼。第三是今日礼拜了后要召开年度的时间研讨会吼，请中职甲各单位的会长、组长爱参加吼。啊，第四项吼，头一个爱感谢吴素锦执事吼，伊整理教会的档案吼，整理甲足水的，所以牧师甲小会当来统计吼。统计啥呢？吴明达长老吼任执事6年，长老35年；陈慧丽长老吼任执事15年，长老20年；王娟慧执事吼任执事34年；吴素锦执事任执事26年。感谢因吼有即间教会吼摆上服侍吼啊因为照法规吼，因拢满70岁啊，所以一定爱退任。啊，毋过因嘛拢咧教会斗相共啦，所以
毋是讲无职就退职就无搁服侍啊，伊嘛继续咧服侍吼。阮感谢伊个为着教会付出，嘛愿上帝纪念因咧上帝耶稣面前摆上吼，嘛祝福因有一个好诶老年的生活吼。啊，具体消息是今日下晡联祷会吼有一个聚会吼，牧师会代表教会去参加。牧师有要补充吗？弟兄姊妹安，咱搁一届来邀请到这个吴明达长老、跟陈慧丽长老，甲着王清惠执事，甲着这个吴素锦执事吼，请因起立，咱搁一届来多谢因为着咱教会安尼努力的吼，咱感谢主。咱你看像今仔日吼，咱的这新人执事抑搁无法度安尼出来斗相共的时阵，安尼吴老师吼，搁出来斗服这个服书宪的这个服侍吼，所以咱真感谢主，因安尼为着教会真尽心，咱真感谢主。谢谢。好，这是要来祝福的公道，吼，请大家做伙来祈祷。祝阮天顶的爸啊，咧新的一年，阮真正感谢国学罗你，耶和华上帝啊，咧基督内，圣经有讲，每一年每一天拢是新的。阮感谢你，对年头到年尾，时常看顾阮。摆咧阮头前的是2022年，新的一年。挺好阮的，我们知影有啥物艰难，有啥物风险，有啥物快乐，有啥物考验。啊，么阮知一项，阮注目咧你的顶悬，你会带阮一步一步的行过，互阮新的一年是会当充满快乐、平安、喜乐、有活口的一年。主啊，阮感谢过去的一年，你咧风雨中因带阮。虽然一年中有一站袂当来教会礼拜，啊，毋过对前年开始，你就互中职甲教会准备线顶的礼拜。虽然阮毋知为虾米，啊，毋过阮一步一步的准备。当旧年袂当来教会时，线顶的聚会就变做有路用啊。即阵阮就学罗你，感谢你，因带阮来事前做的准备。阮知影这是拢是你的旨意。主啊，阮也感谢你，互阮咧旧年会当选出新的中职。虽然这书中有7位是新的少年的，啊，毋过阮知影，这嘛是你的旨意。你要这间教会来因迎接新的时代，将责任、服侍拢交伫这新少年的身躯。主啊，阮感谢你，互因会当来做新的中职。今日下晡，阮有新一年的曙光研讨会，阮将曙光研讨会的过程，啊，搁新的一年的曙光，拢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引带，恳求你的看顾，特别互阮有勇气来面对困难，面对所有的问题。主，阮知影，缀你的脚步，这间教会袂一步一步逐日的更新。阮感谢你，阮也学罗你。主啊，阮也为着教会兄弟姊妹心内有艰苦、辛苦、有软者的，向你恳求。你是创造的主，恳求你的神
会当甲因伫地安慰因，因带因，互因在困难病痛中得到对你来的安慰，伫你来的鼓励、鼓励，会当因带因，我靠你，虽然在困难中，啊，毋过得到平安，得到勇气，得到行过这困难的力量。主，阮恳求你，将因拢摆在你的面前，特别为着陈阳5日祈祷，伊身躯有济病痛，伊的经济嘛有困难。主啊，恳求你的神，因带因，互伊会当在这困难中，真正体会信仰的信息。阮知影你的信息是够万大的，我靠你，你会因带因，阮将伊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因带。主啊，阮真正感谢你，在新的一年，愿你会当互阮有气力、勇气去社区传福音，传播你的疼，互搁较侪人来认捌你。主啊，阮感谢你，阮安尼祈祷恳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要来唱回应的善会诗，信息394首，这是礼拜你要选因专首，请起立。愿恁的疼心亲像约旦河的水流，长流无煞；愿恁的信心亲像锡安山的步道，步步高升；愿恁的祈祷亲像金香炉的烟，升到主面前；愿恁读经亲像金灯台的亮光，照亮前程；愿恁的家庭亲像橄榄地的葡萄，幸福甜蜜；愿恁的身躯那黎巴嫩的碧香树永壮茂盛，愿主赐恁的恩典，那黑明的这个露水，年年滴落。安尼祈祷祝福，拢上个抓出基督圣名，阿门。